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8月2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立体育大学互人查出有教授无摕到选手的同意书，就做运动检测。校方出面回失礼，讲会阁检讨。高铁为11月提早开始会要求有要兑号的车票，不过想要提早车绑座的人，就要先换票。 台南有一个民众去调查轮椅的坐伙人，准备要驶车的画面，让人感觉真危险。不过警方是表示这无违规。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这前经济部的律令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玉林，伊是涉嫌收乌西钱，今仔日透早已经受押禁见。不过就有风声讲，这前经济部长郭智辉哪像嘛是有涉案。不过伊本人是发声明驳回，希望外界唔通含血补天无赖人。 涉入贪污的风波，红玉谈的前经济部律令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玉林，疑似收律令业者压榨钱，任来向地电施压，惊后尾门讨贵电用量，日前红裁定羁押禁见。我们的同仁有去作证，那我觉得状况是这个样子，就说施压是一个形容词嘛，哈。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让司法机关来做比较清楚的调查。地电敢有红施压？董事长张文生表示，施压是形容词，郑玉林是一个做法，有案爱厘清。不过，规则案件继续探烧，立委也真关注，各控诉北检把案件先按下。承办检察官去年要动，王俊立说不要动，拖到823以后才动，就像郭智辉讲的啦，大为跑掉了啦。那本来犯罪就应该要办啊。 那如果说郭智辉部长知道还有什么更大为，那真的欢迎他出来当检举人哦，然后为了这个国家多做一点事情。专案也受向经济部长郭智辉，顶礼拜伊才拄辞职，洪逼出私底下讲到有搁较大咖的人，也未浮出台面，甚至连伊的洪质疑，甲涉案的风电人员过去有真侪个互动关系真密。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会找郭智辉来问话吗？ 这我不清，这个完全尊重北检的侦查。红暗时牵涉到绿电的备案，郭智辉发声明反驳，强调伊的清笔绝对袂让步，伊个收集证据，依持伊的权力，佮讲挑过伊的作恶，对伊一世人的名声是严重的侮辱。风电人员是回应，全力配合调查，总经理交保了后，恢复正常工作，也表示公司成立够大，是真老实，遵守法令，无允准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全国大罢免失败，这民进党来大检讨，外界面就互人点名应该爱负责。不过在野就批评民进党，敢若会晓掠外界面来堵笑，煞唔敢批评总统赖清德，还有行政院长杜英台。大罢免的结果失败，民进党内一直传出追究责任的声音。立法院民进党团即马传出干部被请辞，互人认为是被逼总调关建明下台。 立法会林淑芬批评党团变作一言堂，郭国文批评关建明对不法现金的问题集团性质。指出关建明27伫 FB 破文附一张圣诞大局的相片，写本是唐君生上阵何太急，大罢免是用尽一切可能要互国会过半，那有唔对。柯总召能够审时度势，知所进退，他的回复不要再是。 谢谢指教，而应该是谢谢收看。除了互外界点名是上大的战犯，关建明也互共党的立委王世坚批评，才知影进退未逼伊下台。内阁全面重新改组，而柯建铭委员也应该知所进退，负起政治责任。这是我在7月26号晚上所说的话，我的想法。 没有改变，不要只聚焦个人。民进党团大家坦率的来讨论意见，我希望都是着重于制度。民进党团干部定组将会是立法院新会期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早期将做为立法院副议长，互人认为是总调的适合人选。因那苏家辉大家看好也当接干事长。 承担是大家的，是大家需要你才有你承担的问题嘛，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由我回答。党内比我适合当干部的人有非常的多，那现在的困难确实是我们应该要集结众人的智慧，以及运用民主程序来化解彼此的纷争。早期将讲总调就在明年2月才改选，是不是承担这个责任，应该由党内需求来决定。因那苏家辉是认为党内有更加适合的干事长人选，第这嘛党内就要先团结。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今仔日审查693亿的财后重建经费，就立委提案爱提调其中这10亿不合理与重复的预算，另外嘛爱搁加入农民佮劳工的纾困贷款。今年丹那市洪台甲电子大水河升等南台湾，立法院2次审查总金额693亿的财后重建经费。针对外界观测目前也未清关的供电帮环境部长表示，已经对业者下最后通牒，也毋过南会点出特别预算中安怎创1笔30亿的五笔金。光电板还都还没有处理好啊！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厂商推你们也推，你们也不。我没有推，我们没有推。时间点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complete 100% 处理完，什么时候？好，报委员，他们现在最后已经开了300万，下一个300单就这个礼拜。那这个他目前已经给我们一个清除计划书，我们正在审，他们希望延到9月5号。那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它合不合理。编了一个预备金30亿啊，这个就空白支票啊，空白支票给你们乱用一通啊，这是已经有将近170亿的预备金了，你还编30亿，等于200亿的预备金，根本用不完啦。罗斯堡讲，要扑掉无合理的预算至少10亿，标示主计长行政院工电会都连劳工大业一路解释。民进党台南地区过顾问是这个安怎灾区的服务业补助预算会关过制造业，但电会搁较看声爱加入农民劳工的纾困贷款。算产发署的部分给1亿啦。商业署的部分给5.9亿啦，可是你知道灾区的部分的情况底下，是制造业的这个受损远远高过于服务业，结果服务业的部分居然是6倍于这个制造业，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农民劳工的纾困贷款是必要的，那部长这部分呢？天然灾害的贷款已经有了那个已经处理。那我们现在正在设计所谓的家计的周转金，是那这个家计周转金的概念就好像。过去的就是纾困啦，对啦，只是改变一个名词啦，就改变一个名词。那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方式来协助他，用比较低的利率，能够让他度过这个难关。总经费包括特别预算600亿，经费调整指引61亿，加动资统筹款32亿。另外发声在野共同支持和在后重建，搁较紧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才发生台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即马国立体育大学嘛，互人查出有教授伫咧选手无签同意书的情形之下，就甲做运动检测。校方即马是出面回失礼，嘛强调会搁检讨改进。独立文科提升选手训练品质甲运动表现，体育署106年起推动文科支援计划，109年搁推文科辅助基层计划。立委范云今日公开相关计划初步调查结果，以文科支援计划来讲，195案内5成数是未成年受测，4成落地处理提前同意书，而且因案有送 IRB 审查。它不应该有一块涉及人体研究，而且有这么多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体育相关学生，甚至未成年的人被当成是法外之地。国体大教授王尚兴最近奉野出2017年到2023年执行的运动检测案，只有1件处理提前同意书。国体大表示，王教授伫计划执行进前调集说明会，互教练选手甲家长了解协助内容甲执行方式，也毋过无处理个别选手的提前同意书，确实无法度完全防范选手袂当自由意志参与检测代志发生。后来真侪会主计划主持人有同款的情形，为此表示失礼。真的是相当抱歉跟遗憾。用运科的这个导入，当然让教练知道，可是有的选手可能不见得要用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在这边。文科导入训练毋是替运动检测来研究学生，国体代表是会激励教训，改进审查机制。教育部指出，伫台师大女子骹球案爆发了后，所有的文科计划拢已经暂停。需要再启动的话，一定都要先送 IRB， 不是每个都需要做到采血。如果他们 IRB 认定免审，那基本上才可以启动。教育部表示，不管是文科人体研究，也是运动检测，都咧甲卫福部讨论严格的保障定数，伫机制完成进程。学校要搁启动计划，一定爱上学校 IRB 认定免审，通过定数才会当启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顶日啊，台铁有旅客讲电话讲了伤大声，结果车长去甲考克嘛是无咧听，尾也怎互赶落车。其实除了台铁以外，包括捷运、高铁嘛，拢有相关的规范。这旅客若是伫咧车厢内底伤吵，是会使要求伊落车的。
查某人因为用手机讲电话收大声，互列车长制止真不满，讲话声音愈来愈大。我不是懂那么啰里啰嗦的法律，你比我还懂铁路警察、列车长，不要碰到我，我没有碰你哦。代志发生在25早起9点外，台铁111车次的自强号列车顶悬，55岁细腻的查某人，因为人甲口抗无爱听过一直骂，互列车长是当场解除运送客约。细腻的查某人落尾伫台中火车头，互警方请落车，过方照社会罚1万块以下。因此手机通话音量过大，经列车长制止，仍不听劝，处谩骂。经列车长解除运送契约，警方到场协处。该男子配合警方于台中站下车，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旅客的安宁嘛以及是影响到通行的动线，这些我们就会给他劝导。不听劝阻的，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除运送契约。高铁进前宣布讲，对9月2日开始推出安静车厢，规定敲电话要到车门口，听音乐、看影片拢要挂耳机，开讲要较细声，那一直口控拢无爱听到的拒绝甲载。同款是几道运输的代替含捷运，伫运送客用含旅客的司机内面，虽然无明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范，但有强调袂当骚扰别人，讲袂听到会当拒绝甲载。那如果劝导无效的话，我们依旅客须知第23条第1项第3款的规定，扰乱他人行为来处理，也就是拒绝运送。会希望吧，对，所以就或者是设计一种车厢，是有需要讲话的人可以去搭那种车厢。民众表示支持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捷公司是强调讲，捷运列车和双 T 无共，并无列车长伫车顶在对。如果若发现有无守规矩的事件，咱会当直接通报保全，也是站务人员，相关人员拢会随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用过坐高铁摕这对号的车票的人是会当提早去坐别台车的自由座。不过，安尼原底车帮可能就有真侪位拢无人坐，所以高铁为11月70开始，就要求这想要提早坐的人上车之前就要先去换车票。高铁各车站打出公告，请要对号车票旅客照指定时间来坐。高铁正式取消提早坐车春秋机制，即卖为方便对号座旅客形成临时调整，提早到站应坐其他班次自由座。啊，不过观察者现象愈来愈多，造成原班次座非浪费，也影响自由座的坐车品质。可以弹性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啦。但是如果规定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有时候就没地方坐。有时候很满这样。这样还不错，变得比较有秩序这样。高铁正式考虑坐车品质加速旅客权益。11月70开始，各车站每个受理人工方式协助对合作旅客提早坐车，若需要提早进站，按照规定先换票。目前是宣导期。学者认为，这架高铁进程释出，明年开始规划伫超尖峰时间推出指定车次照自由座的备票机制，同款拢是要控管自由座品质。不过，旅客行程改变是难免，也要注意配套。旅客为了要完成他后续的行程的时候，需要这样换票的时候，如果不方便，可能对旅客来说也有一些不便利，所以可能在试办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分析去了解说这样子后续要怎么优化。学者表示，新措施效果也受限制，因为尖峰时间部分需求已经超出负担。根本解决也是要等到新车到位，新车无导致营运进程，也透过继续优化班次、高效调度列车，真正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路团开记者会抗议落瓦材料公司违法打压这因为顾囝留职停薪的女性劳工。而且，这间公司的董事长，阁是扶轮社的创社社长，要求伊都要检讨，嘛要回失礼。因若针对这项指控，公司到当时也无回应。大声发口号，求被捕条啊！一日，劳团的人27透早伫中原世界中心楼门口召开记者会，抗议桃园北城扶轮社创社社长，也是落瓦材料公司董事长杨连志打压职灾甲育婴留停的女性劳工，这是违反扶轮社的宗旨，爱扶轮社回失礼，并且检讨创社社长的行为。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在产后有发生一场通勤职灾，公司没有给我适当的工伤假。还强迫我要请留职育婴停薪，即将要届满的时候，通知要支遣我。不管是职灾还是育婴留停啊，你都不可以随便的不让员工回来上班。
对，那这个是有法律明确在保障的啊。那这位福伦社的前社长杨董事长，他可以公然的违法。劳团表示，如果材料公司伫信州的女员工约 A 留停时间满了后，表示无适合的工课会当互伊转来，并且启动家私头路的停诉。停止7月13劳动契约，伫员工申诉性平甲劳检了后，才赶紧通知员工会当调职，想要甲代志收掉。针对私头路到压的代志，目前还未收到劳管材料的回应。本府已经受理劳工的申诉，目前的处理进度呢，将会在下个月进送性别平等会，由会议来审议公司是否有违反规定。劳动局回应，这场劳资争议调解搁在进行当中，后个月会召开性平会议，来强调按照性别平等法的规范，除非公司关门业务减少，若无雇主应该伫员工约 A 留停期满，都恢复伊进前的工课。若违反，会当罚20万到30万，也公布公司甲负责人的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新德县的新堡有一个狗仔园区，进前传出有10只狗仔互人活过死。即摆园区的主人已经上班，毋过这园区内底是还阁有35只狗仔需要安置，预计9月初1会全部带转去动保所照顾。看到有人挖过去，需大声吠；另外一只是倒伫涂骹，看起来身体真虚。这几只拢是顶个月伫新堡，互人发现疑似互狗园主人虐待的狗仔，经过动保所带转去照顾了后，目前已经渐渐恢复健康。这是因为它会具有攻击性，而我们怕它们会攻击我们委托上去的志工，所以我们优先把它带回来。另外一只就是之前已经极度虚弱，然后送医的住院狗，然后现在它已经出院了，也回到我们所内去做安置。顶个月伫新店有狗园发生虐待狗仔的事件，经过抢救，伫现场救出35只狗仔。新竹县动保所最近已经把空间清出来，准备把救出来的狗仔全部带回去安置。在原地的犬只还有32只，我们一个笼位可以关3只，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我们需要11笼就够了。当然，安置之后全部收回来之后，所内的收容运人就会达成满载。然后我们动保所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发挥爱心。果园的状况哈，目前我们每天都有派人喂食啊，然后经过这个2周以来，那个里面的犬只都明显的就是变胖啊，然后状况都还不错。动保所指出，目前收容所拢总有80个狗人啊，上大的收容量是240只。安置了后，收容所可能又搁是饱电的状态，所以也是期待民众发挥爱心，用领养代替买卖，领养这个狗仔登去饲。记者刘君豪新店报道。目前国际上有超过80成的人口贩运拢是跨国犯罪的。内政部举办研讨会，邀请20个国家的代表来讨论安怎防治，希望国际之间透过加强合作来改善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的问题。这几年来，一寡跨国犯罪集团会透过诈骗，甲民众拐去别个国家做违法的工课。内政部伫拜三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邀请12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的问题。内政部指出，目前有超过80%的人口贩运拢是下国家的，希望透过这届会议加强国际上的合作。另外，政府嘛已经整合各部会的力量，提出无同的行动计划。在行政院及各部会的努力下，最近几年陆续实施了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反剥削行动计划以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内政部表示，这几年来，台湾民众找头路，定互人骗去东南亚国家，互人扣留证件，甚至互人软禁，成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政府透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受害案件已经从111年的160多件，降到去年的120件左右。另外，内政部嘛伫去年修订人口贩运防治法，若是违反，会受到更较重的处罚。在新修订的人口贩运防治法里面，这个有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利用他人从事我国刑罚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规定，它是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In keeping with our long history of close, candid exchanges on the issue, we hope to touch on a few areas in which Taiwan can further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preventing this heinous crime
making survivors whole and affirming that trafficking has no place on this island. 针对阮由渔港受到剥削的问题，渔业署嘛规划伫今年底发表新的计划，针对欠薪、含扣护照等等的问题提出对策，保障渔港的权利。内政部表示，未来嘛会加入科技的内容，希望会使继续整合国内外的资源，防止人口贩运和剥削的问题继续发生。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这几年大学私校欠薪水、个退场等等的问题是真侪，显示这内部的监督机制是无够的，而且大学法是已经20档拢无修改啊。即马着学生团体提出草案，呼吁着要赶紧推动修法来回应时代变化。全国将近50间大学几百个大学生参加教育部的座谈会，讨论修法大学法条文。因为离顶一届大学法修法已经是20年前2005年的代志啊。这几年私校积欠薪水、学校退场问题，也是校长滥权、限制学生言论等等的问题真多，嘛呈现出大学内部欠缺监督的机制，影响到教育品质。大学法改革定线也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就是学生赋权，第二个是终结专制，第三个是校园民主应该要再设计，这样。那里面还有包含一些说校长民选希望纳入学生代表，然后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席次应该提升至1/3的。大学法改革定线要求学校爱予学生有一定的比例去参与学校的公共代志，亲像咧选校长的时，予学生有投票权，嘛爱予学生有参加教评会的权益。另外，要大师大的学生及查某骹球队抽会礼，希望予大学法修法的时阵，通予学生参与校内教评会，予校内通增加监督的机制。在师大女足案里面，大家也看到，其实霸凌防治委员会跟教评会做出了落差很大的决议。那其实我们认为，教评会里面都是老师嘛，那老师其实就是跟他朝夕相处的同侪，他其实很难针对这种案件来做出要同事丢范围的这种决定。因此，我们希望至少学生代表，又或者是至少外部的委员可以进到教评会里面来，然后参与审议。今天因为同学的版本也非常的具体明确，好，我们也会把同学的版本来纳到我们目前在研拟的版本里面。针对学生团体提出意见，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讨论，整合做出修法的方向。未来会建议提出部版的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记者陈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台东有业者要推动风力发电机，不过当地民众是非常反对，就惊讲会破坏环境。这台东县府嘛表态，因未支持风电，强调会继续发展地力甲水力发电，未来按算家己发电、家己用，互民众会当安心。风力发电业者要伫咧台东县南汇地区采33支风力发电机组办说明会，伫会场外口民众早就传好要抗议，会场内面的抗议更加激烈。居民担心风力发电机组毋若是差，也改变景观，影响观光。因为台东县政府伫3年前就开始办的力量论坛，并无列入风力发电这项。今年的力量论坛日期也无讲风力发电，全力伫咧推送地力做台东县力量发电的第一个选项。我们当然一直希望是走比较干净的就是比光电好6倍的所谓的地热发电然后还有包括小水力啦县府讲，台东地力的能源真多，真适合做地力发电。不过，住伫咧发电厂边的民众担心抽水会引起土地塌落去。专家是讲，照这么评估可能性无大，少部分的地区有做监测，应该当控制。冲积层或砾石层上面，那这个的确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那所以我们要最好的话就是刚刚讲的监测的部分。县府强调，发电地点会让地方的公民参加来化解因的疑虑。未来希望莫阁增加电厂，用6成的地点、4成的水力发电，提升发电量，而且电无互外县市用，台东发电，台东家己用。记者综合报道。这 LED 的照明设备甲传统的电火球比起来，一年电钱是会当省100块，佫会当减10公斤的排碳量。即阵政府就甲业者合作，要推出照明设备换新的优惠活动，希望会当鼓励大家同齐来省电做环保。
台湾要拼2050转型，要达成这项政策目标，嘛需要民众做伙打拼。资源循环署表示，政府对民国91年开始回收传统电火球到今嘛，回收率已经有93%，打算今年年底会当到94%。民间的照明工会嘛呼吁民众，甲厝内的传统电火球换掉，换做 LED 的，安尼会当更较省电、更较环保。LED 照明它的功能性、它的寿命很长，一般的传统照明灯泡的差不多6倍到8倍的一个寿命，还有它又省电又减碳。资源循环署指出，一粒 LED 甲传统电火球比，一年电钱会当减少100块，含10公斤的排碳量。资源循环署嘛结合真侪业者、通路，斗阵来向民众推广减碳的活动。传统电火球除了摕去回收车回收，嘛有9间通路会当倒回收，嘛提供民众抽奖、拍折优惠等等。政府希望鼓励民众把传统电火球换做 LED。另外还有6%哈，大概有6000吨左右。那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像我们。就是神明灯，那另外还有走道的灯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家里面还有一些库存的，如果用完，我们呼吁民众就是把它包妥，然后送给清洁队。这项推广照明换新的活动，对9月初9至10月31日，资源循环署呼吁民众检查厝内用电火的情形，嘛希望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为资源循环做出贡献。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这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是发生真严重的风暴沙灾情，为画面当中就会当看到这土沙是厚到那一堵壁同款，有几若公里长，悬度嘛有几若百公尺。这几个城市是碰碰涌，造成超过55000户失电。这机场航班嘛拢已经全部暂停。雨风城的监视器翕到沙尘暴来的时阵。一开始，远远看到一寡土沙伫咧天顶，尾啊愈来愈大片，真紧就变做沙墙。这个时阵，外面就黑暗暗，所以又搁落雨，规个挖过来过程速度真紧。亚利桑那州几个城市离过发生沙尘暴，包括凤凰城在内的城镇有超过55000户停电。凤凰城的天江国际机场航班也被迫停飞，航班的时间前差不多15到30分钟。伫美国西南部的热天雨季，常常发生沙尘暴，强烈对流产生向下的气流，以时速80到129公里的速度冲到地面，结果向外弹开。若是风经过土沙较侪的沙漠地区或者是农产区，就会甲土沙卷起来，再沿路行。这种沙尘暴也叫做哈布风。That hit the ground and spread out with 50 up to even 80-mile-an-hour wind gusts. And that moves across the ground, picks up all this dust, and then that just continues on. So you can generate this big wall of dust that we do call haboobs. Can't see anything.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haboob. 有一位掉伫咧土沙墙内面的驾驶，摕手机起翕，头前的物件拢看袂到，就知影威力真大。专家讲，若赛车时阵拄着，就赶紧甲车驶路边停。另外，人若触到这寡土沙，可能对身体有危害。These dust storms are picking up a lot of that loose dirt that's on the ground, a lot of times from farmlands, which might have some chemicals laid out over them. So it's picking up all these chemicals, these fine chemicals that may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And then if you start to breathe that, you can develop some sicknesses. 伫内华达州乌石沙漠的火人在现场，土沙也真大，风真透。工作人员挂服务镜甲水暗固定布棚。国家气象局对这个地区发沙尘暴警报，有这沙尘落的速度会达到时速48公里，上强的风速会超过时速72公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高雄昨下晡是透风阁落雨，机顶就一间造船厂的营架，互风扇甲规个放落来，去缀着电线，造成附近3000多户失电。因那这营架业者是因为无甲营架绑好势，所以才造成即届意外，市府就甲罚6万块。小问一下，恁即马才搁咧停电吗？对啊。因为失电，机顶这条巷仔规个暗蒙蒙，居民拢徛伫外口等，到底当时电会来？
高雄日落下晡5點外，雄雄開始透風上大雨。基頂上德巷即間造船廠外面有搭經過，當咧整理外牆。技術未堪哩防雨安尼線，規個綁落來地斷電規條啊！造成附近3227戶失電。看到厝後一堆煙架綁佇遐，厝頂嘛有地害去，民眾是講甲氣喘喘。這個我規個，伊這真正足糟蹋的啦。伊這都你用啦，稍微來講都無效啊。大陣個2公司啦，哭行。差不多停偌久啊？2點5鐘啊。5點半外失電，台電隨做搶修，3000多戶陸續送電，一直到8點半，村造船廠一戶也無法度復電。台電講，因為長期的迄個電條無卡路通回應，就去搶修定材電條。而且透早台電也來現場甲業者參詳，希望會當具抽提做法。路徑狹窄，本處工程車無法再送新的電桿到現場搶修。今天將以該停電用戶的電器人員進行協商。確認新的建桿位置，以利後續搶修作業。雙方協商了後，決定會先由臨時線路來應急，後續再過來討論新電條要採佇倒位。那針對應急綁落來，勞檢處早起也去稽查，初步研判是應急綁了無好勢，強度無夠造成的。除了要求現場停工以外，也按照職安法罰6萬塊。記者柯家祖、柯超雄、高雄倉報道。有聯關業者要佇咧彰化豐原鄉魚塭仔設供電枋，不過這是引起在地居民佮環保團體反對，因都驚會對當地養殖業佮生態造成危害。業者表示，即馬也佫咧評估，會佫等到收集意見，佮在地嘛有共識了後，才會正式來動工。彰化豐原有濟飼蚵仔、蛤蟆養殖業者，有能源科技公司按算要來開發40公頃的漁電共生，拜三佇電園舉辦說明會，但是進前風台來損斷南部的供電枋，閣有地下水污染等等的疑慮，電園民眾攏真煩惱供電枋一來對環境會造成影響。目前阮是感覺講無介理想啦，因為台南遐有發生這件代志吼，規個攏會驚啦。我們顧慮的就是說，一地兩用也許是 OK， 但是萬一水質跟環境出了問題怎麼辦？台灣的海夾水入來，旁邊有那個灣大排有林溪，整個水下去的話，對咱這養殖區是不是有產生問題？能源公司表示，這幾年來因為氣候、無地下水等等的問題，影響電園養殖業的收成，因這個要開發40公頃的室內漁電共生，會當較穩定生產，嘛要靠少年輩轉來電園發展，供電枋的設置攏會經過結構的計算，民眾煩惱的環境污染問題嘛，攏會照規定處理。那我們太陽板其實它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啦，因為這是南部，他們是水面型的哈，要強調他們建置溫室的養殖場，因為需要經過結構計算，特別風台起來、強風起來，以太陽板烏白白。不過，環團指出，彰化沿海鄉鎮這幾年有濟能源公司來開發，有的為時間開始就出現違規的行為，對土地攏有真大影響。能源公司表示，目前也佇咧辦說明會階段，9月11日有第2場的說明會，會一直辦到電園有共識，才會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記者楊淑晴彰化報道。為着促進地園的發展，這經濟部按算要佇咧雲林部中設產業園區。不過，這產業園區的廢棄物處理區卻規劃佇咧國小甲莊頭的附近，引起地園的抗議，要求着愛調整位置。經濟部長即馬是表示，目前也佇咧寬評階段，會閣繼續收集意見。一大片甘蔗園超過200公頃，未來會引進高污染產業，促進地園發展。不過經濟部最近進行保重產業園區一階段寬評公聽會，當地人發現產業園區設置的廢棄物處理區規劃位置，外隔壁村甲保重寮處劃得好學校，離不到50公尺。廢棄物雖然是低污染嘛，但是總是有污染嘛，這樣子園區那麼大，為什麼偏偏要設在這個村莊跟學校的旁邊？正常的程序應該是要考量到遠離村莊跟人群，設置在比較遠離的位置，不應，然後以降低最大的威脅嘛，健康威脅、風險的環境的威脅這樣的設置。學校表示，即馬規劃廢棄物處理區，敢若計有材料大排水溝，未來若開始開發營運，若進入秋冬季節吹北風，全校超過270名師生享受影響。經濟部園區產業管理局表示，目前要在寬評階段，會聽地方的意見。基於收集大家的意見，然後針對那個校長的疑慮的部分，然後以及我們當天在上禮拜一進行說明的內容，對，大家有疑慮。
会在今天我们再重新进行说明。进都市搁咧行，咱还未上下这个委员做审查，所以大家这过程当中，咱办这个说明拢是要听大家民众的意见。经济部产业管理局表示，这次相关人员甲学校主要是收集在地民众的意见，针对包中产业园区设置规划说明，会将意见提登意见期调整讨论。按过当地村民强烈反弹，要求重新调整会议，安那无会控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个查甫人，昨昏伫咧病院等要看诊的时阵，人煞雄雄失去意识，阁无心跳。医护团队伫咧13分钟内成功将人救回来。病院表示，这平常时的训练甲团队合作是即摆抢救成功的关键。本来咧等门诊，煞雄雄失去意识，规个人倒伫椅仔顶。医护人员一看到，就赶紧挖过检查病人的状况，随启动急救的程序。护理师马上甲病人刷到看病间进行心肺复苏术，公布用电击治疗，予伊药物，最后替病人装镜仔，这名查甫人才顺利恢复心跳。随后病人失去脉搏，那我们就立刻启动这个心肺复苏术，那并且呢有给予这个电击器去暂电击这样子。对，那后续的急救呢，病人他的心跳是有恢复，我们也立刻把病人转送到急诊。这是一个反应动作啦，因为平常就是这样训练，所以是病人什么的样的状况之下，我们都可以立即采取最合适的措施。夜六早起10点外，屏东这名姓李的查甫伫门诊咧等医生，忽然心脏停气，急救的过程开13分钟，加在病人恢复心跳，刷落来医护送入去急诊，安排带伫加护病房观察治疗。家属事后嘛对医护团队表示感谢，有这样专业冷静的医师和护理师，让亲人会使去活落去。其实家属其实对我们是非常的感谢啦，我们马上发现，马上救回来，而且也马上到加护病房的一个治疗，可能在2-3天后再来评估看看是不是他整个是不是能够有恢复的状态。医方讲，好佳在是发生伫病院内底，有医护人员会使随处理。若是伫厝内碰到这种状况，搁爱等救护车送医，急救的时间去拖到，就有可能无命。副院长嘛表示，这摆案例展现了医护团队合作，替病人争取到黄金救援时间。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台北市引进 AI 机器狗，要用来协助顺利行道。不过因为这机器狗的外壳是中国制造的，互人批评讲可能会有国安的疑虑。市府是出面驳回，强调内底软体全部拢是台湾做的，不会有资料漏失的问题。原则上，机器狗去做载具，所有的上面拍照检讨这一个有关传信息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了。那这个机器狗本身，我们大概发包的那一个厂商，他说他买了大概40几万。台北市府强调，这机器狗是负责道路巡检的厂商引进的，未来因会继续使用，嘛研发基因辨识的功能，互操作会当愈利便。再来看这台中大界铁店山，有民众反映讲，这观景台步道的铁栏，若是去摸到，就会互电到。不过这边仔并无电到设施，市府认为可能是因为这护栏的材质是金属的，才会造成静电，会搁另外来设装置，避免搁有人去电到。经营到台中的铁店山，摸到景观台步道的栏杆，麻麻感觉，互拢行一条。稍微有一点刺痛麻麻的感觉，这样子，你没有心理准备，一开始一定会吓到啦，对。就是没有预期到啊，对，就是你没有想说，你摸栏杆的时候可能会有触电的那个状况。不少人到台中大甲铁店山雕塑公园观景台步道，摸栏杆向顶观行，拢会发现有被电到的感觉。安尼情形到观景台更较明显，也向市府反映有疑似漏电的现象。市府风管所表示，附近无电力设施，或者是电线通过，会备电是因为静电现象。秋冬的季节，铁砧山的风是比较大的，那所以秋冬的季节，然后再搭配上你如果比较不下雨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时间没下雨的话，那天气就会比较干燥。那比较干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触电的现象，这样子。那个栏杆啊，就亮亮的，然后发上，不小心一碰，那真的是就是触电的感觉。
台中市风管所表示，关景台甲栏杆是废自控年设甲即马推测是金属材料的钢管拄着打碎环境甲风吹力量，才造成安尼现象。秋天天气打扫更较明显。物理老师指出，静电产生时正负电不平衡，产生的负电转移现象。在栏杆上面可能累积大量的正电或者是负电，当我们人体经过的时候，不同的界面跟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所谓的放电现象，就是我们感觉到电到的感觉。物理老师指出，是不是去除掉环境的打扫程度甲物理的绝缘性，拢会影响静电产生。建议民众用成望静电球，互体内正负电平衡，就用避免去电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汉人开垦南投满300年，有一间做皮工作室就特别以南投在地文化元素来设计纪念 logo。南投市公所表示，因卖继续透过旅游行程、各活动来推广南投。对清朝就有的南投花仔出名小食南投意面，包括山红头种出来的往来。用南投遮的代表元素设计一个 logo， 伫南投做皮的工艺师特别伫今年南投开垦300周年，设计多样办做皮的手工艺，希望加深大家对南投的印象。南投的这个城隍爷祭，实际是我们俗称小过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特别把它放进去。百元市场里面这个意面其实在我们庶民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南投市公所表示，南投市有税部出场所、武德殿顶历史建筑、毛古井拿电池院。过去的南投花仔产业嘛真兴旺，阁有袂输予南投小过年的配天宫、成风照景，这个拢是南投遮值得推广的文化。公所嘛办活动，希望予大家知影南投迷人的所在。今年拄好是南投市第一代。这汉人的祖先来到南投市开垦的300周年。过去伫咱南投市有真侪好的产业，比如讲这南投的这个陶艺未来咱嘛会继续来推广着各项的这历史文化。南投市公所讲，目前公所已经培训一批导览志工，未来会透过深度旅游行程、活动等方式推广南投市的历史文化甲产业特色，希望吸引人丁来南投游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台南有民众翕到一个坐轮椅的坐伙人，准备要驶车的画面，这伫咧网络是引起讨论，就惊这行动不方便，搁去驶车，可能是会造成危险。不过警方是回应讲，这并无违规，行动不方便的人只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就会使正常驶车。台南北区的车路有人看到一个查甫人塞轮椅，和一个查甫人豆豆啊上车，准备驶车。这个画面互徛伫咧路边的民众翕落来，因为今年5、6月份发生几啊站坐伙人驶车严重车祸代志，难免民众会心惊惊，烦恼行动不方便，佮驶车会发生意外，引起讨论。有当时啊，就爱考虑家己的迄个反应上啦，有当时啊反应。你迟钝啊，就危害着别人的安全啊。坐轮椅就不要再开车，会影响到别人的交通问题。经过了解，驾驶是7、80岁的退休大师，去年车外籍看好，驶这台车是几个月前买。有朋友捌考考年岁大，较慢驶车。警方回应，这无明显的违规，嘛无法度确认当事人的身体状况。那根据规定，实际上坐轮椅的人是会使驶车，但是一定要经过医生诊断身体状况，确认无异常。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6条第1项第5款及身心障碍者报考汽机车驾照处理要点，经专业医师评估后体检合格是可以开车的。这一点请民众放心。驾驶人倘若体格体能发生变化时，需经专业医生评估换发有效驾照。监理站嘛讲，这款情形因下载会主动关怀参通知。另外，监理站定期会寄关怀通知书，予个人驾驶人，民众会当依照通知书内容的评估，确定敢是会使继续驶车。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河宝花顶管的道路是第1号传分数咧管的，结果当地煞定定咧出车祸。在地认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设标志，嘛无画标线，这车辆安尼停几排，才互路变甲遮尔矮。目前宜兰市公所是正咧研议，看敢要接手来管理这条道路。
机车经过路口后计程车弄到，宜兰河正边的丰信道路，同款的交通事故一直发生，和附近的民众四家怨叹。对，市场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里开车都很快，没有看那个后视镜。没有插入，大家都开得很快就过去，就用到了。居民认为当地道路无停单线、红线这标志，两边路各停袂少车，后路变黑也造成路口视线死角，加上违车车速太过紧，是一直发生事故的原因。实际行伫路，因看到两边拢停满车，后道路变黑，有民来认为这条路是撞回到宜兰市的主要道路，希望标志标线应改善，保障民众的安全。那也希望说，在业和局的协助之下，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的整个标线上面，或者是一些标志进行改善，让往来的民众能够更加的安全。他们地方把它接管，说兼做一半道路使用，是变为他的道路，那他去划，那他就可以符合后续执法的需求了。管理道路第一号传分署表示，丰信道路本来就无法度照道安条例执法，爱护公部门愿意接管，和丰信道路加做一般道路来用，警方才有办法执法，来维持标志标线才有意义。宜兰市公所表示，会向1号分署来争取维持标志标线是毋是接管道路，爱去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公布今年金鼎奖的得奖名单，拢总有3本台语绘本得奖。有学者认为讲，即摆是愈来愈侪人重视母语，嘛关注台湾的故事。政府甲出版社就应该爱投入资源来继续鼓励台文创作。汉药房是侪台湾人的生活见地，无论是囡仔要长骨，还是店铺，定会到汉药房买药材。创作者陈千勇甲厝内开汉药房的见地，画作台语绘本《新奇汉药房》，今年受到文化部金鼎奖的肯定。作者讲，头届出册就通得奖，伊感觉真荣幸，嘛毋望未来无共文类的台语作品也通互看到。有人介意，有人想要搁看我的册，啊，搁我画图。安尼我就足欢喜安尼。其他的台语文的作品，譬如讲小说还是散文，拢无他入围安尼，所以我就有一点感觉可惜。今年更有2本台语绘本嘛得金鼎奖，包括台湾人物志题材的节目的天才黄土水，也有为乌狗做主角的作品《乌的》。有出版社表示，这几年有政府补助，唔能会予出版社出台文册意愿增加。根据因的观察，这10年来台湾意识加悬，嘛带动以台湾故事做题材的市场。也可能是太阳花以后，大家对于台湾主体性的反应的提升，还有包含的是可能13、14年以后，就是历史普及的相关的作品，台湾故事、台湾历史的那种作品，其实都比较多的出现。对，那可能也慢慢的扩散跟外溢，然后也影响了台语绘本的销量。不过有学者指出，这几年真侪台文创作集中伫咧文史生活见地等等，学者嘛毋望无共补助还是奖项，应当看到愈侪无共类型的作品，鼓励台文的多元创作。我们是真鼓励未来咱的这个台文创作者吼，会当侪拢会当投入数文学的这个创作，伫咧各种语言内底吼，搁较新的一寡实验性作品吼，我感觉拢会当看。学者表示，台湾市场要累积消费者，嘛就要对源头来栽培创作者甲编辑人才，这需要政府和出版社同齐投入心力和资源来帮助，也是系统性培训，才通互台湾作品愈行愈侪。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9度到32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